部片3明止步，小心服用，免得你看了心脏病发，要去看医生，不关我的事哦。先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些都是我长久以来的收藏，不是一天之内买了这么多东西，大家一定要冷静思考一下，毕竟我讲你们很多岁，比你们更早出这个社会赚钱跟打拼，所以呢，我当然也多了很多战利品。然后这一柜呢，就是我所谓的品牌区啦，不能说有品牌迷思，我对某些东西我有特殊的爱好，而且为什么会有光？感应灯，我把它 upgrade 了，所以它现在是有感应灯的，所以你靠近它说，哎呀，该带哪一条，他们都会在里面说选我。只是我每天就会在这个地方徘徊流连忘返，然后想说到底今天要带哪一条，怎么样？你有问题请说。姐，我问一下哦，因为像这种属于知名品牌，对不对？而且是你最爱的，那其实通常这种在外面市价其实应该不会到很贵，对不对？你不能这样说，因为有些是 vintage 中古的，它是以前出的。先给大家看一条，这一条，你看它的金有多金，它是海军系列的。这个是纯金吗？这个应该是镀金，但它以前的金很金，就是很像那种土豪的那种金，就是它不是亮的那种，它不是，它是有那种雾面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一条呢，它是一个项链，腰收一点的人可以当腰链，有没有？它其实就是多用途，你可以当项链，然后也可以当腰链，这样。这个大概是多久以前的？这一条蛮久，这条大概有10几年了吧，从它那时候出到现在。然后这个呢，也是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天哪！它也太漂亮了吧！我会买这条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很少见。通常你要买到这种 vintage 要有一点点缘分，然后跟对方要愿意卖给你。我好像买快2万。姐，你这条带出去过吗？我当腰链带出去过，这条我当过腰链。你那个时候配饰，你颜色系大概是配什么？你牛仔裤什么都能配啊。金其实算百搭的，金很好搭，对，就是你想要穿着假装很低调，然后可是腰间又系了一条这个边，就觉得说有东西耶。然后像这条就是转，这个一看就是有我的你的名字，它也可以当做是一个腰链或者是项链，他们家就是2用型的。这一条也是 vintage， 然后这一条就是他们后来出的。姐，它那个水钻是水晶还是真钻？它这个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然后它一样就是个腰链，他们家的 logo 啦，它的字母是大，然后我还有一条小条的。这个有一个很厉害的，它每一个那个环锁啊，这上面其实都是有刻痕的。这一条在日本有很多二手 vintage 的店都有卖这一条，然后它有很多不同颜色，还有蓝色跟金色的。那我当然就选择收了桃红色。姐，那这条你当初大概买多少？这个笑容怎么回事？我跟你讲这条后来市价有人开到30几万，还有争执真的那你有吵架。那你当初入手的时候没有到那么高，可是也不便宜，可遇不可求啦。你那个时候是在哪里买？日本吗？我是请一个代购帮我去找的，也是在日本。可是因为有些店真的是卖的太贵了。姐，我发现真的就是你现在挑的这几款都是跟你刚刚的挑的饰品哲学很像，就是小而巧，但是要被很大。看见。对，像这条也是。冠军腰链之后，我们还有冠军颈链，叮叮叮叮叮，然后就是要这个真的很像，这个如果再大一点放在腰上，真的很像。就是它其实是我很喜欢他们家很多细节的设计，又有钻，然后又有这种平穿链，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很有分量。就是有时候饰品它戴上去是一种加冕点，君王啊戴皇冠啊，要有这种感觉，它有它的重量，你要有这个能力才撑得起这个量。我们既然要戴，我们今天就是要被人家看见，我花钱就希望说，看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柜，这一柜是看起来很吓人，其实金额没有那么吓人。它也是走一种浮夸派系啊，好闪哦，好亮哦，好可怕哦，这样没有朋友了，别人都要远离你。如果说你想要做一条街上最亮的仔，这一柜其实有很多是我工作上面很需要用到的一些很浮夸的东西，网购比较多。然后等一下，我怎么会看到一个 Uniqlo？ 哇塞，你看，哎呦！等下它戴起来是怎样？姐，这不对，这个其实是你那个圣诞节吊饰啊，圣诞节的那个，是不是很可爱？我很喜欢这种彩度很高的东西。你买这些浮夸的配饰啊，配你很浮夸的衣服的颜色，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会推荐大家是可以先从配饰开始很浮夸，然后再换到颜色，还是也可以？你可以看你喜欢怎么买，因为像我这个人，我喜欢很存在感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什么东西最 catch 到你的眼球，那你就买它。其实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看你。很多人他其实第一眼是被最大的东西吸引，可是他就会退而求其次，想说算了，这个可能我撑不起来，或是他这个可能别人会觉得他会怎么看我，或者可能我没有场合戴，他就会选择没有那么喜欢，可是他觉得好像
比较符合民情的东西。可是我这人就不是啊，我当然 go for the best 啊，我就有钱，我当然买最喜欢的啊，我一定是哪个东西最亮眼，我要它。你才会觉得说这就是我第一直觉，我最想要买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去啊？我好想要这个，算了，可能别人不会这样接受，可能别人会异样的眼光看我，我还是不要它，那我去买它。你人生都因为别人放弃你最想要的东西，你觉得这样合理吗？不合理嘛。所以我买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它最得我的缘，所有视线范围里面它最亮眼，要把它带回家啊。我买东西从来都不会因为说别人会不会觉得怎样，我没有在管别人，一直跟你们说过，别人是谁？别人就是不如你的人，花钱让我自己更好的配备。所以既然是花钱的 plus 让你自己在升级的东西，价值套餐当然要选好一点啦。我们花钱去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我要让我自己变得更好啊。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小资族，还是说你已经一直有在投资这些东西的人，我都跟你们讲 ，go for it， 要买就给它买下去，不要说这个好贵，这个要2-3千，去买那个200-300的好了。小时候我也度过那种买200-300的过程，可是真的用一次就丢一次。你想想看，我戴在身上的东西，它跟我的肌肤这么样的贴近，它一定要是最好的如果它是不好的材质，有些戴了什么过敏啊、痒啊、变黑什么的，要给自己最好的。我们不能都只为了别人着想，我们买贵的送人家，打肿脸充胖子，然后给自己戴中那种最普通的东西，高级货我们当然用最好的东西啊。这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很爱买的一些饰品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自己喜欢最重要，喜欢就会适合自己，你就会跟这饰品融为一体。只有配不上跟比不上你的人，才会在背后讲你。好啦，以上就是完美浮夸饰品的介绍。